经过零下40度急速冷冻，加上移动式冷冻库至少零下23度的保存，台湾的往来食客已经通过日本的检疫中介，并且原汁原味保存，要日本朋友享受咱台东在地农产的好品质。15号下晡，农委会特别到台南开记者会，伫面带产业甲电商等各界贵宾的见证进行封柜仪式。16号正式空运日本。好，来3、2、1，请关柜我们的冷冻世家外销起跑，跨境电商日本抢先到。接下来这些凤梨世家就要运送到我们的日本。同时呢，那我想这样子的一个大家一起合作，包括我们刚才我们灌篮的这个这边的设施，大家也看过。包括它的熟成，包括它的在急速冷冻的技术包装，看起来都是非常进步、非常好的。那另外就是我们的通路自然屋通路这边呢，它是跨境的它现在已经接到这个订单是蛮多的，所以我们对于未来冷冻私家这一种形态到日本或是到国外是非常的看好。那我们有信心在政府跟民间大家一起来努力合作，一定能够让我们的凤梨世家行销到全世界，也让台湾很多的消费者能够品尝到我们品质非常好的凤梨世家。在这里也呼吁我们大家一起来挺农民，把我们的凤梨世家吃光光，用具体的行动支持我们台湾最辛苦、最勤劳的农民。台湾农民辛苦栽种这么好滋味的往来食客，虽然拄到中国大陆禁止进口，不过现在除了外销日本、日后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甲美国的市场拢订单，预计拼2000吨的目标。当然，小到国外冷冻技术甲真空包装，除了全线启动准备好势，包括跨境电商嘛表示，日本订单已经超过预期，看好日后的商机。强调一定会将米其林顶级的天然水果透过网络订购送到消费者手中。那其实呢，我们自然屋长久以来，我们一直都在贩卖台湾安全的农产。那这次也是透过了农改场这个技术，所以呢，我们才有办法，就是做出媲美这种米其林的这种就是等级，而且呢是有这个台湾天然水果的全果这样的鲜冻的这个果实而且是很天然的，然后能够以岁末礼的方式送到就是日本去刚刚在讲说，日本人其实冬天也喜欢吃冰的，所以其实在我们认为凤梨世家到日本去有很棒的商机，因为我们推的是一个我们觉得是米其林的等级，然后有口感像冰淇淋一样，所以这样子吃起来它就会有那种天然水果冰淇淋的概念虽然它是全国冷冻，但是吃起来口感很像冰淇淋，我觉得这个是商机是非常棒的。每一人对12月到明年3月往来食客，经过加工冷冻以后拍开吃，口感就亲像冰淇淋。根据了解，日本对北海道到 Okinawa 拢订单抱着高度兴趣。台南新闻，军事何长芳采访报道。